好似幾日冇見，我哋今日講下天蠍座。啱啱抽到嗰張牌，大家睇到啦 ，Star 星星。從字面上理解係比較渺小、比較遙遠。我睇下實際嘅牌面，我哋抽到嘅正面 Star。好有女性化嘅色彩，好有女性化色彩，浪漫。星幣係代表一個浪漫、柔和嘅一個舞姿，代表一個隨心所欲。接近於裸體，代表佢對自身嘅身體係充滿自信，亦就講天蠍座嘅朋友喺未來嘅2個月，你會對自己嘅身體充滿自信。發生咗咩呢？發生咗咩事令到你對自己嘅身體充滿自信？我再嚟編下故事。會唔會係你嘅伴侶心情好，不斷咁讚你？會唔會你嘅伴侶睇咗啲令到個腦袋開設嘅一個文學，換咗種方式讚美你？又或者喺你哋某一個親密嘅時刻，佢發現咗你令佢着迷嘅另一面，令佢着迷嘅你身體性感嘅另一面。呢啲嘅可能發生嘅事都會造成你喺未來2個月對你嘅身體充滿自信、自我着迷。性感啲好，女人，性感啲好。再睇返下其他嘅因素同埋一個未來發生嘅嘢。因為你抽到正面，該行樂時且行樂。我睇到呢句話喺個牌面滲出嚟，該行樂時且行樂。喺未來嘅2個月，建議天蠍座朋友唔好諗以後，無論係你同而家嘅伴侶又好，或者單身嘅一個天蠍座朋友又好，見到你鍾意嘅相啦，見到你鍾意嘅，有時候未來2個月你錯過咗，可能就會錯過一世。再睇返下，如果係有伴侶嘅朋友，天蠍座朋友，未來2個月係你哋享受二人世界嘅時光。2個月，起碼2個月，佢見唔到咩嘢競爭嘅第三者，亦見唔到你哋有咩矛盾嘅步伐。如果可能嘅話，去旅行一趟啦，趁住你哋關係非常 OK 嘅未係2個月，旅行一趟會繼續增進你哋嘅關係，會更加融合。我仲睇到咗牌面係滲出一個冰冷，滲出種冰冷。結合佢嘅一個畫面嘅一個色彩，帶啲藍調，見到啲冰冷。要注意下，你喺未來2個月，係屬於一個慢熱嘅過程。你或者你嘅伴侶屬於一個好慢熱嘅過程。需要你
主動啲，同埋一個諗啲辦法撩起對方嘅一個熱情。呢啲冰塊可唔可以燒去，就睇你嘅主動性同埋你嘅付出。總之一個係未來2個月享受你哋之間嘅融合關係，享受你哋嘅親密關係嘅一個時候。注意下，要注意下嘅係，雖然畫面冇透露出好明顯嘅第三者，但係畫面畀我個感覺，仲要係喺未來2個月，你有可能會令到你心動嘅異性，但係你抵受住誘惑啦。乜嘢原因令到你抵受誘惑呢？發生咗咩事可以令到你抵受呢個第三者嘅誘惑呢？可能唯一嘅解釋就係你而家嘅伴侶，佢畀咗你新鮮感，畀咗你更好嘅呵護。同一點反轉嚟睇，你同你伴侶嘅關係，印證咗頭先最先講嘅一個判斷。未來2個月，你哋嘅親密關係會非常 OK。居然連一個有競爭力嘅第三者，你都睇唔上眼。但係女人都係鍾意浪漫嘅，留住以後啦。天蠍座要注意嘅係，你喺黑暗之中實在太耐啦。天蠍座嘅朋友，你喺黑暗之中實在太耐啦，太耐啦。你可能習慣咗黑暗嘅環境、黑暗嘅內心，但係你嘅另一半未必鍾意，未必習慣。如果你係一個人嘅話，你可以乜都冇改變。但係如果你遷就你嘅伴侶嘅話，試下慢慢見下光。仲有一個天蠍座嘅朋友，你可能平時係比較冷靜，比較容忍，比較安靜。其實呢種喺對方嘅睇嚟係一種忍讓。你覺得你好冷靜，但係對方睇你係一種忍讓。企喺你方面嚟睇，呢2個月，如果你再堅持你嘅忍讓嘅話，對方可能會跟住你冷落去。對方係有熱度嘅，如果你再繼續忍讓嘅話，對方可能唔會領你嘅情。你嘅忍讓，可能對方會視乎你嘅一個示弱，反而可能會容易有第三者嘅競爭者。從呢點嚟睇，你嘅伴侶可能喺未來2個月，佢唔會好似以前咁完全聽你。你要準備好嘅喎，對方唔一定會好似以前咁完全聽你話。要準備好呢個可能嘅一個可能。如果你想知道對方諗乜嘢嘅話，叫佢個把嘴，
沉默有時係阻礙雙方親密關係進一步發展嘅毒藥。或者你可能想像下，你拆開一具屍體嘅時候，你睇清楚入邊佢心係真定假，但係要小心，睇到你唔鍾意嘅心嘅顏色，你會唔會好失望？女人都係鍾意用試探啦、冷處理啦、情緒拖拉，慢慢發泄自己嘅情緒嚟維繫女人嘅優勢。但會注意你同你伴侶關係會好似一個你可以理解為屠宰場咁，冇痛苦。我講嘅西方嘅屠宰場唔係國內中國屠宰場。西方屠宰場無論劏雞劏牛係冇痛苦、冇去飛嘅。小心你嘅關係喺冇痛苦、不知不覺之中走向淡。有時候你可能覺得，你處於兩性關係之中，你係可以壓制對方，你想對方聽你嘅話，有時候你應該問下自己，你係想愛啊，定係想贏？有女人話：我又要愛又要贏，天底下冇幾個咁嘅男人。你一係要愛，一係要贏，二選一。所以一句話講得好啱，如果係想控制，會自身嘅控制或者一個思想控制一段親密關係嘅話，呢段親密關係最終都會陷於黑暗，最終都會腐爛。我哋再講下單身嘅朋友，單身嘅朋友因為抽到一張比較 OK 嘅牌，喺未來2個月，你唔需要點出聲，異性就會畀你吸引㗎喇，唔需要點吸引人，人哋就已係畀你吸引。但係記住返一句，被吸引過嚟嘅人，有人亦有蒼蠅，被吸引過嚟嘅異性，有時未必係善女，就好似一個原始動物，兩個原始動物相鬥，兩個原始動物相處，你有時想吞落對方嘅話，先考慮下自己會唔會畀對方扼死，畀對方吞咗去。